深圳西鄉半天遊之西鄉北帝3月3廟會。前往深圳西鄉北帝3月3廟會參觀嘅話，建議優先乘搭地鐵，搭1號線至坪洲站，步行約1.4公里即達。上行人天橋過寶安大道，跟住沿西鄉河碧道北行。西鄉河碧道喺經歷生態整治之後，已經成為熱門嘅城市休閒景點。沿岸設有碧道，供行人步行同埋騎行，係體驗清水綠岸、人與自然和諧共居嘅熱門地點。8線行車嘅寶安大道，轉入河西西路西鄉步行街，西鄉北帝3月3廟會精品美食文化周。廟會從4月14日開始，為期9日。創新打造水上廟會，成為一大看點。上演夢幻水上廟會、魚燈船巡遊同埋放花燈儀式。左面紅色頂嘅帳篷就沿街近百嘅各類攤檔。呢條北行巡遊美食街嘅路線，左手邊已經圍上咗欄杆，但非欣賞嘅位置。我唔要。成條街只係見呢檔賣中山石岐乳鴿。到咗北帝古廟文化廣場啟動開幕，前菜宴都會喺呢度舉行。逆時針行嘅巡遊路線，北帝古廟見廟街嘅古廟廣場。北帝古廟人山人海，嚟嘅唔單止係西鄉居民，有移居海外嘅西鄉人同埋各地嘅遊客。北帝古廟平面圖，3開間2進磚木石結構。北帝爺坐喺8人大轎出廟巡遊，象徵住護衛一方平安。幾個轎夫正在守候，等待出發。北帝古廟香火鼎盛，廟內兩側設有功德樹。八仙祝壽，北帝古廟許願牆同埋敬香指引。玉虛宮係一個廟宇名稱，通常用於奉祀玄天上帝，即係北帝真武大帝嘅廟宇。
这个有倒2个刀，一边倒一点，剩下放那个拿出来。玉虛宮殿外禁止燒香同埋影相。化寶爐同埋祈福鐘。祈求天下安定，五福豐登，百姓安泰，盛世太平。西鄉北帝古廟，廟裏邊有殘存嘅碑文記載。古廟始建於明朝萬曆年間1537年，距今有近500年歷史。三清殿，三清即係玉清元始天尊、上清寶靈天尊、太清道德天尊，即係太上老君。真理街南行，兩邊都圍上鐵欄杆，巡遊隊伍會經過呢度。廟街嘛。接近中午時段，舞獅、舞麒麟、舞龍隊員正喺度整裝待發。長達數十米嘅金龍同埋彩龍。真正巡遊約喺下午2點開始，決定先左轉，由橫巷出美食街。返去河西路西鄉美食步行街。我去返北帝古廟廣場。巡遊隊伍由幾十米以外嘅西鄉文化公園折返，巡遊路線長達3公里，以北帝古廟為核心。由西鄉公園正門出發，麗園路、真理街、巡撫路、明樂街。明樂東街、保安大道、河西路，即係西鄉步行街，返去西鄉公園。到達麗園路接西鄉河位置，遊行隊伍正往西鄉文化公園集結。一級堂龍獅堂隊伍。汕尾漁歌巡遊隊。海陸豐獅藝中心隊伍。
剛才喺真理街睇到嘅彩龍，又出現喺巡遊隊伍。香港保安西鄉同學會巡遊隊，香港西鄉同鄉會巡遊隊隊員雖然未着華麗服飾，深圳台商協會西鄉行員年會，15位台商幹部會員同本地居民一同巡遊。深圳市潮人之家潮博鸚歌隊，仲採用流動巡遊、定點展現嘅模式。鼓樂聲響起，正華兒戲非遺旗袍隊慢慢走過嚟。海陸豐師藝表演標誌性嘅獨角麒麟，隨鼓聲翻騰跳躍，一招一式行雲流水，盡顯師傅嘅威猛同武術嘅剛勁。正懷賢熙非遺旗袍隊，15名來自深圳大學國際交流學院嘅各個留學生，身着住新中式旗袍服飾，北港長條形炮竹聲響，啟動禮正式開始，禮炮齊鳴。往西鄉河側東岸南行，準備揾個好位置睇巡遊。西鄉河建有多條跨河拱橋，水上廟會西鄉河碧渡魚燈船、花燈巡遊，企喺保安大道同明樂東街灣角處觀看巡遊。廟會嘅主場方陣打頭陣嘅係一條幾十米嘅金龍翻滾而來，
深圳西鄉葡業黃永勝醒獅團，13支國家級、5支省級非遺隊伍聯快亮相。深圳西鄉北帝古廟龍隊金龍、彩龍。威震八方儀仗隊陣容鼎盛，重頭戲，北帝爺坐8人抬大轎出廟巡遊。紅豆豆武士拎住18般兵器，眾仙賀壽漢服隊。跟我一起走，走遍了青山人未老，少年壮志不言愁。我呀就迈手，看他往何去何劳。衡量那英勇在眼里，洒下人间世西鄉同學會漢服隊。西鄉街坊信眾代表隊。西鄉區
義風曲藝社。深圳老街坊志願者舞蹈藝術團。又見標誌性嘅獨角麒麟。靜華燃氣非為其寶，同幾隻靈動機敏嘅機器狗並肩而行。西鄉歸國華僑聯合會。深圳台商協會西鄉航城聯誼會隊伍。隊伍前方，財神爺小姐沿路分發糖果。深圳市羅區黃背嶺村清水河區龍獅團。
呢條金龍估計長達100米，過百人輪番舉舞，相當壯觀。深圳市龍崗區波田永勝堂麒麟隊。機械小獅子整齊列隊。深圳市寶安區西鄉街道河東龍獅團。沙頭角魚燈舞藝術團。潮州音樂傳承基地。
動漫 cosplay 現身巡遊隊伍。鹽田社區古鹽潮韻巡遊隊。深圳鳳崗麒麟隊。北有秧歌，南有英歌，英歌舞係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。表演者各持一對短木棒，互相對擊，豪邁澎湃。漁業社區漁民特色巡遊隊。深圳市新安開平村醒獅團打鼓嘅小朋友好威風。飄色奇觀，喺小朋友凌空踏雲而行，視覺效果滿分。吳尊飄色巧奪天工，飄色凌空而立。呢啲飄色扮相漂亮，設計奇巧，形象鮮明，故事精彩。深圳市神田
黃連勝武術醒獅團。廣西布魯窯竹鼓舞，舞蹈以竹製長鼓為道具，舞步得剛柔明快，節奏鏗鏘有力。江西信豐安西會族馬燈舞隊，澳門特別行政區非遺葡萄牙土風舞。廣東省中山市西區長洲北埔醉龍隊，醉龍用樟木嚟做，佢就冇咁容易受潮，比較耐用。舞醉龍同舞醒獅相結合，配以鑼鼓、炮仗，十分熱鬧。珠海市前山鳳鳴舞，東莞市長安鎮龍獅運動協會。巡遊接近尾聲，巡遊沿線人頭棧動，市民扶老攜幼爭相圍觀。結束今日嘅西鄉門廟之旅，多謝觀看。